色方塊、雜牌廠、爛仔，被逼無奈之下，將呢3種 debuff 全部攬上身。今期洋車，我哋講50零 Asuka。喺上個世紀70年代，為咗盡可能咁保持翻獨立自主啊，避免國內嘅對手兼併，50零呢就決定同通用合作。喺佢哋嘅世界戰略車計劃之下，50零利用 T 平台整出咗佢哋之後10年嘅絕對主力超人氣入門級車款 Gemini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同阿楊一樣睇慣啲日本廣告，叫佢做 Gemini 都係唔緊要嘅。Gemini 嘅成功令到50零有咗底氣去更新佢哋嘅產品線。啱好喺70年代中後期呢，通用開發咗第2款世界戰略平台 J 平台。無論出於自願啦，定係被逼冇得揀啦，50零都係基於呢個 J 平台整出咗一部用嚟取代舊到發晒毛嘅旗艦 Flavia， 比 Gemini 更加高級嘅新車，亦即係我哋今日嘅主角 Asuka。雖然係藍色方塊嘅加爐，但至少除咗底盤啊一部分嘅硬件之外呢， J 平台嘅 Asuka 依然有好多同當時嘅日系車好唔一樣嘅特色嘅，或者講係一啲古怪嘅嘢。好似阿煲冬瓜羊之前特登水咗一期嘅世界初 LaV5 波箱啦，世界初轉向力3段可調嘅車速感應式 Power Steering 啦，Cygnus 系列引擎啦等等。而另一個令車迷硬硬地嘅地方係50零借住同藍色方塊嘅關係，嗌埋同歐寶關係深厚嘅 IMSA 一齊整高性能版 Asuka。當然對於一啲中意直版 JDM 嘅老屎忽嚟講，由專門改50零，地位類似於依家嘅 AutoX 至於馬自達嘅 Alliance Speed 推出嘅各種改件，以及 Complete Car TC2000，先至係佢哋真正嘅心頭好啦。好可惜 Asuka 嘅市場表現並冇50零預想中咁好。除咗架車本身缺乏咗一啲普通用家可以輕易接觸到嘅亮點之外咧，佢平淡嘅表現更加係同50零孱弱嘅 Martin 啦，以及佢哋習慣將啲產品嘅生命週期拉得特別長有關。到1989年，第一代 Asuka 正式停產，累計生產咗10萬部多啲。呢個時候其實50零嘅經營狀況都唔係特別好嘅咋，原本乘用車業務嘅體量就比較細嘅佢哋，好難再攞出研發新車嘅資金。何解唔揾藍色方塊幫拖呢？傳說話係人哋唔制喎。咁下一代旗艦點算？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佢哋揾到咗 Subaru。點解會係揾到Subaru呢？將個時間調翻去1987年，見到自己本土市場份額有限，嗰陣嘅50零就打算進一步擴寬海外，主要係美國嘅市場。啱好嗰陣貿易戰，為咗應付對美輸出自主限制同埋日元升值帶嚟嘅影響，50零就揾到面臨相似困境嘅富士，簽訂咗關於美國生產嘅基本協定。咁喺一紙協議嘅推動之下呢，過咗2年，兩位苦主共同投資嘅 SIA 工廠正式落成，開始投產雜牌嘅 Legacy 同埋50零嘅 Faster。除咗試住喺美國市場立足呢，兩家車廠都喺度摸索緊應對日本本土市場嘅策略。最後為咗抑制開發成本，佢哋選擇以 OEM 嘅方式互補各自嘅產品線空缺。具體嚟講，50零就俾咗富士大喇叭 Big Hole， 富士呢就俾 Leonic 嘅商用版以及新鮮滾熱辣嘅 Legacy。攞住Subaru當時最新銳嘅產品，50零將佢當成係自己嘅旗艦 Asuka 第2代，亦即係 Asuka CS 攞出嚟賣。除咗外形小細節同埋啲配置嘅版本以外呢，同本家嗰部 Legacy 冇明顯區別嘅。到1993年，呢兩間公司結束咗 OEM 嘅協議，Asuka CS 正式停產，3年大賣4367部，都正常嘅 OEM 車啊嘛。但係第一代 Legacy 賣咗27萬部喎。亦都喺同一年啦，情況越嚟越差嘅50零宣布唔再開發製造小型乘用車，未來嘅資源將會集中晒喺商用車同埋 SUV 當中。傳說當時50零嘅高層都有提過，求藍色方塊幫手繼續開發新車，好似冇咩太大意義喎。而且用佢哋嗰啲嘢做日本式配化，你冇話真係幾難噶。反正嚴格嚟講，對 Asuka 都係冇咩影響嘅。原本就係人哋啲嘢啊嘛。只不過令人意想唔到嘅係呢部車居然要換代喎。唔再同富士搞埋一齊嘅50零，今次選擇做爛仔，同本田嘅合作方式上同富士嗰期係有啲似嘅。今次50零依然要俾人哋 SUV， 咁作為代價呢，本田就要俾佢哋房車啦。單睇車本身啦，今次呢壇嘢就更加大鑊。本田呢邊呢，甚至連 Acura 都要用50零嘅車，而50零喺日本本土僅有嘅兩款房車 Gemini、Asuka 同埋賣去泰國嘅嗰架 Virtus， 實際上都係本田嚟噶。翻到 Asuka 嗰邊咧，今次佢搖身一變成為咗雅閣，同樣都係執咗下配置，
各樣嘅改動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。利用雅閣咧，Aska 發展咗2代，到2002年第6代雅閣正式停產，50亦都喺同年宣布完全停止日本嘅乘用車業務。咁呢個加萬史照衰嘅50旗艦房車三乘加路 Aska 就咁接埋咗。更加可惜嘅係，走過咗49年嘅50乘用車，亦都喺呢一刻畫上咗句號啦。